Hello， 各位朋友，今日介紹一道好有家國情懷，又係低總價嘅合苑別墅啊！呢個咧係嶺南風情嘅徽派合苑別墅嚟嘅，就喺清遠呢個地方啦。屏幕前嘅朋友聽到清遠啦，肯定會考慮到，哇，返香港咪好遠？放心啦，呢個合苑別墅咧就喺高鐵站附近，坐高鐵咧去到香港只需要1個小時出頭嘅。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路線點樣走嘅話咧，可以通過上邊橫欄嘅電話號碼同 WhatsApp 我，將周邊所有嘅交通情況全部一對一咁樣去 send 資料俾你嘅。除咗有家國情懷，返香港1個小時出頭之外啦，呢度仲係大灣區性價比好高嘅合苑別墅嚟嘅，總價230萬到260萬就可以攞低身後呢個小型別墅啦。佢嘅建築面積只係140個平方，就好適合想喺大灣區退休養老度假，揾一個環境好優美、好舒適嘅地方咧，身後呢套就好合適噶啦。地面分別有2層，屬於中規中矩嘅低總價小型細合苑別墅啦。200幾萬嘅，有興趣嘅接落嚟繼續欣賞呢條片啦。成個細合苑別墅咧都係運用咗古代細合院嘅建築精髓啦。由此可見，都係用咗古時代雙門打開嘅大同門嘅。呢種大同門咧喺古時代啊，只有達官貴人先可以擁有呢種貴家之門嘅。但係呢個花園咧係開發商全部贈送俾你嘅，足有100個平方啦。另外一點，呢個小型別墅仲係獨棟別墅嚟嘅，四周圍做咗一個圍合式嘅花園，全部都係包裹住呢個別墅噶啦。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就係呢個別墅前庭嘅位置啦。不過講清楚喎，雖然係230萬到260萬，呢個別墅係清水樓交付俾你嘅。如果中意呢種裝修風格，可以1復1咁去設計㗎。只要你加多1700每平方嘅裝修費啦，開發商就全部同你搞好晒㗎啦。咁呢個度假風情嘅採光房啦，都係後期自己需要去加裝嘅。如果中意自己屋企有假山魚池流水嘅話咧，呢個方位都係好合適㗎。咁至於點樣嘅設計咧，就睇下你哋搬入嚟之後嘅設計方案啦。另外一點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嘅。行到入嚟呢個徽派中式合苑別墅啦，一直中意呢種風格嘅朋友，肯定會考慮到珠海嘅翠湖香山，仲有珠海嘅華發苑子。呢度只不過係珠海普通平層就可以攞低嘅別墅嚟嘅。另外呢個別墅比其他徽派合苑更加有優勢嘅係天然溫泉入戶嘅，就喺呢個方位嘅位置啦。開發商咧就喺呢個凹位整咗一個泡池喺度嘅，係天然溫泉嚟嘅嚇。咁啊，再延伸到嚟呢度後花園嘅位置啦，到時候喺呢度各位可以打造屬於你哋自己嘅私家菜園，或者種你哋中意嘅綠植都 OK 㗎。再行到嚟呢度側花園啦，屏幕前嘅朋友，大家可能對清遠唔係好了解，其實清遠咧係一個好宜居、消費好平嘅區域嚟嘅。喺呢度附近咧就係廣州長隆大型動物園啦。如果翻到嚟呢度度假嘅話咧，都可以帶上你哋嘅細路仔去到呢個長隆大型動物公園睇下全國各地嘅動物，全部都係歸集喺呢個地方嘅。我哋再行到呢個別墅嘅前花園位置咧，就俾個鏡頭外立面嘅展示啦。全部都係青磚徽下，屬於一種徽派合苑別墅嚟嘅。咁我哋打開門啦，欣賞一下呢個別墅來龍情況啦。只有地面2層嘅。咁呢個位置啦，就係闊落嘅會客廳啦。目前開發商係做咗7字形嘅設計啦，不過左右兩邊係南北對流嘅，左右兩邊都係做咗一個好大嘅落地窗喺度嘅。固然通風性同埋採光性咧都係更加有優勢嘅。咁會客廳再延伸過嚟咧，就係1樓嘅餐廳位置啦。我哋而家見到咧，
係可以坐到細過6個人嘅空間嘅。如果唔設計旁邊嘅餐邊櫃咧，其實加裝多一張更加大嘅餐台都 OK 噶。再延伸過嚟咧，就係呢個開放式嘅廚房啦。其實1樓咧會客廳、餐廳仲有廚房咧係全部一 set 過嘅。雖然係小型別墅啊，但係1樓咧係有長者房嘅。如果屋企有長者翻到嚟啊，好方便嘅，就係呢個好有隱私性嘅位置啦。呢個長者房 size 都好大嘅，可以俾好多空間俾你去隨意發揮嘅。咁呢個開發商啦，目前呢個長者房係作為一個偏廳作用啦。如果屋企唔需要用到長者房嘅話，直接喺呢度招待你哋嘅親戚朋友或者生意上嘅合作伙伴就 OK 㗎啦。再唔係嘅話，呢個空間打造一個 KTV 房或者電影房都 OK 㗎。再延伸出去咧，就係呢個別墅嘅前花園位置啦。打開個門，長者就可以行到出去㗎啦，好方便㗎。而且咧咁樣嘅設計啊，通風性仲有採光性都會更加加分嘅。室內係冇空間打造電梯嘅。可以考慮喺後花園嘅位置或者前花園嘅位置搭建一個電梯就 OK 㗎啦。而家國內嘅電梯好平嘅，幾萬蚊就全部同你完工好晒㗎啦。而且呢個別墅區距離清遠市中心咧好近嘅，1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市中心，享受各種嘅衣食住行、各種嘅生活配套㗎啦。2樓大致上係做咗2個套間房啦。我哋首先欣賞一下第一個房間先。行到入門口側邊位置就係乾濕分離洗手間嘅位置啦，再延伸過嚟啦，可以放一張1.8米乘2米嘅大床，都可以做到3面落床嘅，而且出邊仲有一個小型露台嘅。如果比較中意抽煙嘅朋友咧，其實呢個露台咧係一定要保留住佢，千祈唔好擴建出嚟。行咗出嚟呢度抽煙嘅話咧，就唔會形成入邊嘅空氣會有所下降啦。咁而且望咗去咧，啲景觀真係好靚仔。凡是有山嘅地方，空氣質量咧都係比較 OK 㗎。咁唔同嘅棟數望出去嘅景觀都唔一樣嘅，某啲棟數係好大嘅游泳池嚟㗎。如果對呢個徽派合院別墅又中意呢種低總價嘅話咧，歡迎各位叫阿明帶你哋過嚟，每一棟在售嘅位置都帶你哋去全部睇晒嘅。而家全部都係現樓嚟嘅，唔需要擔心爛尾呢個情況啦。嗱，咁呢個係長者房啦。嗱，延伸到呢個位置係好大嘅乾濕分離洗手間㗎。由於毛坯交付咧，到時候呢個淋浴間點樣去設計咧，就睇下你哋自己點樣去揸主意啦。但我個人覺得呢個淋浴間嘅設計非常之到位，因為呢度儀容儀表區咧係分為男士同埋女士分開嘅，旁邊仲係一個浴缸嘅位置啦。再延伸過嚟，將淋浴區與馬桶區兩格分開嘅。哇！呢種設計我覺得好方便咯。嗱，咁再延伸過嚟啦，就係主人房休息嘅位置啦，做咗270度採光嘅，左右兩邊都有2個好大嘅落地飄窗喺呢度啦。咁呢個床咧，講真啦，訂做一張2.幾米乘3米都可以做到3面落床嘅。呢個主人房主打一個夠闊落啦。咁另外呢度旁邊咧仲有好多空間俾你去打造衣櫃啊，或者儀容儀表台嘅。咁呢個房間另外嘅優勢咧，對望過去，成大片嘅園林綠化，包括藍天白雲，每日嘅星辰日落都係與你夫妻有關係嘅。大致上呢個別墅咧就介紹到差唔多啦，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啦。第一，呢個係屬於新中式徽派合院別墅，好有家國情懷嘅。如果一直尋求呢種古色古香嘅嶺南文化別墅嘅話咧，又係低總價嘅朋友啦，呢個別墅非常之有誠意，推薦到大家過嚟。第二，呢個小區嘅園林綠化係一進十景嘅，四周圍有好多種唔同嘅園林景觀。翻到嚟呢度度假，每日行出去
跑一圈嘅話咧，都會賞心悅目嘅。哪怕我而家企喺呢個主人房嘅位置，望出去嘅景觀咧，都已經感覺自己瞓喺公園入邊嘅花叢中啦。第三，呢個別墅去到香港1個小時出頭，係1個小時零幾分鐘，好近嘅，就喺呢個別墅區附近嘅高鐵站 OK 噶啦。第四，呢個別墅咧去到市中心只需要15分鐘嘅時間啦。咁喺市中心嗰度咧有跨境巴士都可以去到香港嗰邊嘅。另外咧呢個地方咧係靜中帶旺嘅地方嚟嘅。如果你要好城市繁華嘅地方咧，呢個地區係唔適合嘅。但係要擁有咁樣嘅商業繁華配套嘅話，起碼要去到5000萬以上先可以擁有咁樣嘅徽派別墅嘅。咁講到價錢咧，呢個別墅只不過係230萬到260萬之間，珠海一個普通平層嘅價錢嘅啫。對比之下咧，其實呢個項目與珠海返到香港嘅時間係差唔多嘅，全部都係1個小時到1個半小時就可以返到香港嗰邊㗎啦。另外咧，呢個別墅嘅 size 只不過係140方嘅，另外仲有更加大嘅 size 展示到俾大家去參考嘅。如果有興趣繼續要了解呢個別墅更加大嘅 size 咧，歡迎觀睇下一條片啦，或者通過上面嘅聯繫方式後台 WhatsApp 我或者打電話俾我了解詳情嘅，希望大家點個 link 支持一下，多謝晒大家。